有听过，敢袂使举手？哦，有听过家当阿姨的故事无？像讲啥物咧，牛放屁的新妇对无？搁有啥物？好片师吼，搁有啥物十二生肖呢？恁搁会记得有一个故事是咧讲十二生肖无？吼，十二生肖呢？大家敢知影啥物是十二生肖呢？好，安尼咱看卖啊，有对一个囡仔用最好势啊！而且咧，佫有法度好，甲咱念即个十二生肖为鼠，吼，就是鸟鼠，一直念到上尾一只是啥物啊？猪啊，对无？有对一个囡仔要来试看卖啊？试啥物啥物啥物吼，一直念到，有人睡甲笑。刺牛虎兔龙蛇马油狗鸡到猪。哦，头壳有够精讲的啦，噗声甲吹落，一定爱有礼物的。厉害厉害，有够。来，哇，你做牛的。哦，这囡仔真正有够牛的啦。恁敢知影十二生肖咧？除了咧，甲这12种动物，甲伊念过一遍，佫会使用唱的哦。会使唱一首念谣对无？一起是头名，二牛。吼，敢有囡仔带好嘛会晓的咧？想要来试看，你看凊彩捡到都是状元啦，好不好？来。哦，无要紧，无要紧，咱准备好再来哦。一起是头名，二牛，再来兄，三虎，吼，四兔。这个爸爸会晓，我定要互这个爸爸试看卖。一起头名，二牛三个兄，三虎八山行。手头运大家五年皇帝名六座后人家七八走明夜八油，食草领到到八树头，十家啼三声，十个狗过门埕，12日菜头名。哇，这个囡仔实在是足厉害，伊敢是会使去参加咱台语台有一个新的节目对无？就是去咧搬喙音，是毋是吼？哦，绝对会使，绝对会使。好，佮上尾咧，我佮问一个问题哦。伫咧12生肖内底啊，吼，有遐尼侪动物，是安怎无猫仔咧？是安怎12生肖无猫咪咧？你感觉是为虾米？有人随举手啊！来，你讲。因为安娜。因为无猫咪是为虾米？有妈咪是虾米？有猫咪是为虾米？你咧学我讲话对我是。哦，多谢你学我讲话足高水的，恁两个足高水的，恁敢是好朋友？是好朋友呀！是好朋友啊！哦，是好朋友，够高水的。好啦，大壮嘛是分互因哦。来，这张互你。谢谢。好，这个问题咧，抑阁无一个答案。到底12生肖内底是安怎无猫咪咧？因为困过头啊。因为困过头啊，大家有同意无？有哦。好，咱头前讲到遮咧，大家对12生肖看起来是真有兴趣嘛，真了解哦。佮做想要表演一下吼。好，安尼咧，咱今仔日咧，黄振南老师。伊就是要来讲到咱的12生肖内底的俗语哦，大家是毋是足期待的啊？黄振南老师咧是
换水来册房的主人哦。伊今仔要来讲足精彩的内容，咱捧仔声甲吹落。Hello， 大家好。大家囡仔兄、囡仔姊、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今日穿甲安尼吼，伊讲我的角色叫做仙角啦。仙角就是生发角出来啦。我生发恁较乌尾发啦。仙角的这个角色吼，这个角色呢，当然就是爱讲这个较有知识的一寡物件，安尼叫仙角啦吼。来，我先甲恁考吼，搁复习一下。拄啊，主持人有甲大家问讲，这个12生肖要安怎算嘛？一是一什么？一起，来做伙讲一遍，一起。对我做伙复习无？因为等下有足侪考题，有很多考题，我要试看卖影咧。恁敢要会出即句俗语内底应该爱用倒一种动物？就是拢12生肖内底的动物啦哈。好，这个都要讲一遍，一起。再来，字是啥物？牛，对搁一摆来，字牛。你咧讲牛的时阵，有一个牛的迄个呐喉的声音较出力的，互伊出来。我要来初考一下，我看卖啊，你的牛发了有标准啊无？来，妹妹，来对我念牛。牛。那像有哦，来，你冲来头前啊，来，无互你表现者，你到时你直接徛去你顶悬啊，来，牛。牛。这个嘛做标准非常好。再来第三吼。当第三是倒一只去啊？第三是啥？对，好来，搁一摆来，三好。第四个咧，四兔无毋对，搁一摆对我念四兔。第五个是五，对，是一个咱毋捌看过的一种动物，真的啊假的，咱嘛毋知影。对，五啥物？龙。对，龙，是你要讲龙嘛会使。鹿咧，鹿是啥？鹿是啥物？足恐怖的动物咯，是蛇等下咱有讲到有蛇的俗语的时阵，才来讲蛇是啥物款的动物吼。七咧，七马对马八羊安怎叫？羊安怎叫？羊安怎叫？羊妹妹安怎叫？你敢知影？就是咩安尼声啦吼。伊一直咧找因小妹啦，所以伊世界一直咩安尼啦，咧叫因妹妹啦吼。过来，等我算到第几只去啊？八羊嘛吼。第九，狗都要讲一遍，狗。老先甲我都是姓狗的敢有人姓狗？在座有人姓狗无？姓狗的举手。你嘛是姓狗但安尼是差几岁？毋敢算啊。好，过来，狗十啥物？鸡是有诶腔口讲鸡无毋对，搁一摆来十鸡。是讲你诶腔口是鸡，嘛讲一摆十鸡。好，11咧。咱人类上忠心的朋友啦，对，狗无毋对，搁一摆来11狗。最后一只。你敢会晓叫猪仔叫？够成诶！你姓啥？我是猪。你姓猪哦？你就是姓猪哦？无怪迄个猪仔咧叫较成吼。好来，安尼12生肖全部拢复习拢我会记住啦12种动物我拢记牢的啊。过来就要开始咱的任务啊好来，请看咱第4只俗语内底的12生肖。这12种动物会当讲是甲咱人类、甲咱民间就是咱普通人的生活上接触上济当然龙其实无接触啦，毋过伫咱的文化内底，定会讲到伊啦。所以咧，伫俗语内底12生肖，等下就要出题目，互大家要看卖。这个俗语内底爱填什么动物的名入去等于讲等一下会有一个俗语，有一个空白迄个空格仔的所在，互你要看卖影咧。这2、3、4A B C D
倒一种动物适合填入去内底？啊，来试看觅第一题。讲人做代志头啊兴兴，尾啊冷冷，就是讲你做代志咧，拄开始做的时阵，哦，我足想要做的，哦，我要拼第一名，哦，这足趣味的，我要做，一直做，无暝无日，我嘛无爱食饭啊，我嘛无爱啉茶啊，我要一直做。啊，毋过咧做2、3工了后，啊，无爱做啊啦，啊，来困啦，啊，这无趣味啦，安尼叫做头啊兴兴，尾啊冷冷。咱用一句俗语来讲，叫做虎头。什么尾咧？来 A 鸟鼠尾 ，B 马尾 ，C 龙尾 ，D 狗尾。啊，恁感觉是虎头什么尾？会当形容人头啊兴兴，尾啊冷冷。来，一早就举手啊！来，又看觅是啥 ？A、B、C、D 是倒一种？A 伊的腔口是讲鸟鼠的，就是鸟鼠啦，吼。无我调查一下，来，你感觉是 A 举手？你感觉 A 举手？虎头鸟鼠尾。哎呦，真侪人哦。毋过恁无一定对哦。好，来，手放落来。你感觉是虎头马尾 ？B 的举手 ，B 的举手。虎仔头，马仔尾，我无人，马啊无人选，可怜。来 C 虎头龙尾。足顺的哦，对无？人讲龙兄虎弟嘛，对无？有龙阁有虎，这个有人要选无？是虎头龙尾有无？有无？哇，无哦。好，过来 D 虎头狗尾，虎头猴子尾，有人要拣无？拢无。好，安尼咱看觅下答案是毋是虎头鸟鼠尾？有影是吼。来对我讲一遍，虎头鸟鼠尾。是呐，你的腔口是讲鸟鼠，就虎头鸟鼠尾。是安怎讲虎头鸟鼠尾？安尼就是头啊兴兴，尾啊冷冷。是安怎？是安怎？你有法度解说者无？是安怎？咱做代志拄开始的时阵，足想要做，尾也无想要做的时阵，安尼叫虎头鸟鼠尾。因为差足济。差足济。虎头，互人感觉是安怎？虎仔头，互你感觉。互你感觉足恐怖的对无？足歹的，足有活力的。毋过鸟鼠的尾溜是安怎？足幼的嘛，小小的足幼的，所以咧，就互人感觉你头安尼，足有力的，足猛，足冲的。毋过尾咧，那鸟鼠的尾溜共款，细细幼幼，就无看，都无看呀，这是第一条。来，我用我打做几题，我家己袂记着，歹势老先觉上过头老啊，老口我已经袂记着我出几条题目。恁等下爱统计哦，恁家己统计算看觅啊，恁最后得几题哦？来第2条，你家己嘛无介搞，佮敢甲人踢，佮甲人踢笑，安尼叫做啥？比如讲，其实我嘛无正，我对，比如讲，我对数学我嘛无介搞。迄个啥物1+1，打1+1是偌济？我伫遐算几步算袂出来。毋过咧，我竟然看到同学数学考20-30分，我佫敢甲笑你竟然讲考遐低家己无介教，我佫敢去踢笑别人，安尼俗语叫做 A 鸟鼠笑牛无手，老鼠笑牛没有胡须。B 虎笑牛无手。C 羊笑牛无手。D 我拍做 C 去，歹势。D 狗仔笑牛无手，到底咱华语讲的50步笑100步啦，你家己无介教，佫敢甲人踢笑，安尼叫做啥物人笑牛无手咧？来，一样你感觉是 A 鸟鼠笑牛无手的举手？你感觉是 A 的，是鸟鼠笑牛无手啦？有一个人、2个人，好，过来，手放落来。B 虎仔笑牛无手，你感觉是虎笑牛无手的？一个、2个，好，佫有无？佫有无？免歹势，无要紧。过来C 羊笑牛无手，羊仔笑牛仔无手，安尼叫做50步笑100步。哎哟，人有加较济一字好，好，手放落来。D
狗仔笑牛无手，嘛是有吼，这个狗狗的爱好者吼，就是真爱狗仔的，想讲互狗仔出场一下吼。这个咧答案是，我要公布答案哦。来，请画出恁心目中的迄只动物。算到3做伙画，我看卖啊，倒一个动物，互人画上大声。来，1、2、3，答案是，答案是第3摆，最后一摆，答案是啥物人？好啦，羊啊笑牛无手哦，因为因两只生做较成一组啊啦，拢有角啦，哦，拢有角啊，所以咧，这个羊啊哈，伊是有喙鬚的嘛，山羊啦，哈，山羊伊就有喙鬚，那像不管公的母的拢有啦，啊，所以咧，伊有喙鬚，啊，毋过牛是无喙鬚的，所以迄个羊啊咧，就去笑牛讲哈，你看我比你搁较威风，我有喙鬚，你无喙鬚。伊嘛无去想看卖咧，胆你嘛好啊，吼，你羊仔你就是，咱人饲羊仔是饲来创啥？饲来食的啦，饲来，咱赶人伫要到啊，吼，准备要食羊肉路啊啦，所以牛就想讲，胆你嘛好啊，你羊仔胆你是偌厚，你嘛是互人开来食尔，对无？我活比你搁较久咧，我若会晓犁田，我若还搁会晓拖犁，我就会当。食甲老，做甲老对无？你羊仔你竟然敢甲我踢笑，所以安尼叫做50步笑百步，家己无介熬，搁去笑别人吼。来，有一句其实差不多的俗语吼，因为伊无伫12生肖内底，所以今日我无出题啦。即句话可能搁较侪人讲啦，叫做龟笑比安怎无尾啦，龟甲比，龟跟鳖两种动物都是甲壳类，然后看到要成啦。迄个鳖的尾溜较短一撮撮啊，所以迄个龟吼笑鳖无尾，迄个鳖可能就嘛会感觉讲，当你嘛好啊，你甲我生做遐成，你也咧甲我笑，来，过来下一条，讲即个人吼，安尼欺骗大众，欺骗社会，尤其咱即阵吼，迄个定定咧考试政治人物，政治人物，迄个。跳票啦，选前讲好的代志，尾啊选后拢无影无只，咱就会讲迄个人安尼欺骗社会，欺骗大众，叫做乌什么蛇道 ？A 乌狗蛇道，乌狗，恁捌看过乌狗无？捌看过啦吼，我较早细汉伫庄骹足少看到乌狗的，因为拢互人掠去食。一黑二黄三花四白吼，较早庄骹人会偷食狗肉啦，所以讲较早我细汉真正足少看到迄路边的野狗是乌的，毋过即阵伫都市看到的，足侪乌的哦，可能乌色的毛可能是显性基因，我咧想，所以迄个若无人咧掠，因家己自由咧拍，可能生出来拢乌的较侪，所以乌狗蛇道，那像有道理哦，对无？来 B。乌兔蛇道，黑色的兔子伫道啊边啊踅来踅去，恁想看卖啊咧？安尼是毋是？安尼敢有道理 ？C 乌龙蛇道，乌色的龙伫遐踅道。D 当我搁拍毋对伊，敢会后壁的全部拢安尼？我迄阵咧做 PowerPoint 就无注意到。乌蛇蛇道，恁感觉这个较困难一组啊吼？毋过大人应该是加减啊捌听过啦。恁感觉是 A、B、C、D 倒一个来？我调查一个来。你感觉是乌狗蛇道是 A 乌狗蛇道的举手？乌狗蛇道举手？无人要举，狗仔即摆无人支持。B 你感觉乌兔蛇道的举手？乌兔蛇道嘛无？一个，小兔兔足欢喜的兔仔有你即个好朋友。不管答案是毋是兔仔拢甲你当做好朋友啊！因为敢若你支持伊。来。C 乌龙蛇道的举手，乌龙蛇道，哎哟，较侪人哦，伫迄个政论节目可能拢捌听过人咧讲即句话吼。来 D 乌蛇蛇道的举手，哎哟，乌蛇嘛真侪呢。好来，安尼我要来看啦，到底是啥物咧？请看答案，乌龙蛇道，当然上怎叫乌龙蛇道，其实我嘛毋知影，咱有的语言到底是安怎，一定是用。即个动物，是用即个物件来形容。有当时
可能已经几啊百单、几啊千单过啊，迄无法度无法度去苛刻啊啦吼。啊，反正咱讲迄个人乌龙世道，就是迄个人吼欺骗社会、欺骗大众，甲大家安尼哦弄安尼黑白讲吼，啊甲大家玲珑洗就对啊。啊，再来形容人咧讲话吼，讲毋着重点去，人咧讲东，你咧讲西，安尼叫做低母牵起什么虚？啊，我先解说者，这个虚吼是迄个市场的意思，哦，甲咱即阵定定讲什么废墟是无共款的意思哦，哦，所以你莫伫遐想讲虚就是废墟嘛，A B C D， 啊，毋过无废这个选项啊。哦，伫咱台语，什么虚，就是专门咧卖即种物件的市场，叫做虚。好来，地母牵起什么虚，安尼叫做牛头不对马嘴。人咧讲东，你咧讲西，你感觉是倒一个？来 ，A， 地母牵起牛虚，你感觉是这个举手？你感觉是 A， 地母牵起牛虚，安尼叫做你人咧讲东，你咧讲西。哦哟，有哦有哦，好来。手放落来 ，B 地母牵起羊鱼去，羊鱼，有人介意羊的无？羊啊要甲支持者无？无，好，我来。地母牵起马鱼去，有无？有人感觉是马鱼的无？嘛无。地母牵起猪鱼，有道理对无？地母就应该要牵起猪鱼嘛，对无？卖猪的所在嘛，有道理哦，有人支持哦。好啦，咱来看答案啦。恁感觉是倒一个？地母牵起牛鱼去啊！吼，地母牵起牛鱼。拄仔讲诶，牛鱼，照你讲，牛鱼是咧卖啥物诶？就是专门咧卖牛诶啦，因无咧卖猪啦。所以咧，你甲地母牵起牛鱼，讲来哦来哦，我要卖即只老猪母哦，吼，啊你其实就算是老猪公嘛无效啦。哦，因为人遐是咧买卖牛仔的所在，你牛仔牵去嘛，猪母牵去遐无效啦，哦。咱台湾笑话内底吼，有一寡迄落讲话听了叮当去的笑话，就哪像拄仔讲的即个猪母牵去牛鱼。我伫遮即个题目吼，先暂停一下，中场休息一下，我讲一个笑话吼。讲古早时阵有一口罩，即口罩逐个人咧。耳孔拢足重的，是无够臭耳人，毋过咧定代志拢听毋着去，听毋着话，听叮当去。有一工，即个因兜4个人啦，吼，老爸、老母、因后生，吼，佮因新妇，啊，规家口啊，规口罩4个人。即个老爸咧，吼，伊为田里吼，甲米吼扛转来，一布袋米扛转来，50-60斤安尼，吼，足重的。啊，坑咧，啊，就入去甲因囝交代讲，你等下吼，甲米扛去切称，甲米扛去切称，什么意思咧？把这一袋米扛到仓库里面去，安尼叫甲米扛去切称。结果咧，伊转走去甲因某斗，某诶，阿爸哪讲你煮饭煮甲臭酸，听叮当呀。切称伊听做臭酸啦，哦，所以咧，伊当做因老爸咧嫌新妇咧煮饭煮甲臭酸啦，所以伊走去甲因新妇讲，啊，你阿爸哪会讲你煮饭煮甲臭酸？因某听了毋肯啊，奇怪，我哪会当会堪即互人安尼讲者？伊走去斗迄个阿母吼，对因大家大官吼，迄个讲妈。哪会讲我家内无教嫁妆？啊，臭酸又搁听做嫁妆，讲哪会爸哪会咧嫌我家内无教嫁妆？哦，说过来的时候没有带嫁妆过来啦，哦，尾啊咧，因某就真生气，啊，竟然这种代志，这老岁啊，这个老狗安尼好啊，黑白讲，竟然安尼嫌咱新妇，所以咧转走去甲因翁骂，讲等你嘛好啊，哦，讲啥物迄落切啊伤重，讲啥物无代无志，叫我去斗工，哦，迄个嫁妆又搁听做斗工，哦，所以咧规家伙啊全部拢猪母牵起牛鱼去，哦，即句话就是安尼用的啦。我咧讲东，你咧讲西，听叮当去，哦，听毋着话去，
或是讲你讲的话，甲人讲的话完全拢无关系，安尼叫做猪母牵起牛耳。来，即句俗语咱家己学起来吼。家己对我念一遍：猪母牵起牛耳。我要抽课哦，来，猪母牵起牛耳。猪母牵起牛耳。哎呦，袂歹哦吼，随学随会晓。来，猪母牵起牛耳。猪母牵起牛耳。哎呦，真厉害！猪仔赶紧走，伊知影我下一个要点伊啊吼。好来，下一条，明明都小可代志，竟然互你讲甲安尼，有够含，有够严重的，大惊小怪。安尼俗语会甲伊形容做啥物呢？啥物空当做员工门？员工门就是古早吼，你可能去迄落，像你看迄落啥物古装片啦、古装片啦、歌戏啦，是你看迄落可能迄种林家花园迄类的中式庭院，迄壁顶悬会开一个门，是圆的，毋是咱一般的门四四角角的，迄种圆圆的迄种空，圆圆的迄种门，迄叫做员工门啦，啥物空当做员工门，就是讲。明明都足细一件代志，互你讲甲，是讲互你看甲，哪像迄个员工门遐尼大？安尼当然，这个动物一定爱晓创啥，爱晓钻空的嘛。来，第一，抓空当做员工门。来，你感觉是 A 抓空当做员工门的举手？你感觉是 A 举手？有人有介意抓的无？无，一个好。你是举手讲你介意抓，毋是讲你认为这个答案是对的。B 土啊空当做员工门，土啊会钻空袂？土啊敢会钻空？会哦，狡兔三窟，土啊是会钻空的哦。所以B 有人感觉是 B 吼，好来 C 鸟鼠空当做员工门，明明小可代志，互你讲甲遮喊过，你感觉是 C 的举手？哎哟，较济哦，超过一半，3000个人啊，5000个人啊。D 狗仔空，狗仔会稳一个空无？咱哪像拢讲狗仔收尔啦，吼。来，狗仔空当做员工门，你感觉是狗仔空当做员工门的举手？无人，因为大家拢想讲狗仔也袂钻空啊，对无？真够胆也毋捌听过狗仔会晓钻空的，狗仔是。做收尔，伊无咧钻空啦。啦，安尼就是抓空无人紧嘛，拄啊抓空无人紧，干那土啊甲鸟鼠，来土啊甲鸟鼠 PK 哦。我搁问一遍来，你感觉是土啊空当做员工门的举手？是土啊的举手？你感觉土啊的举手？那人那变少啊？好来，你感觉是鸟鼠空当做员工门的举手？这个较济哦，好来，咱来看卖伊的答案。对啦，鸟鼠空当做员工门，鸟鼠啊空就是伫壁角，一空细空啊，鸟鼠啊稳会过就好啊。你看到一个鸟鼠空尔，煞安尼大惊小怪，安尼讲甲有够喊过的，四界去甲人讲，遐有一个员工门，人当做真的，恁兜的壁家己开一个员工门哦，恁兜是林家花园是毋是？尾啊赶紧走去恁兜看，打你嘛好啊！壁角一个鸟鼠啊空尔，你连手你都藏袂入去，你敢佮讲恁兜有员工门？安尼叫做人讲话讲了伤含啦。来，咱差不多意思的俗语佫有啥？恁知无？就是捕风捉影啦。你讲一个小项的代志，尾啊你家己讲到出含的。来，你要讲无？敢若是啥物？有一个囝，就讲是一个囝。讲一个影，过来下一句，互你讲。就讲有。讲一个影生一个囝。对，大家甲拍扑啊！咱个老先工换人做啦，今日互你请啦，换你主持啊！我就是要讲即句啦，讲迄个。小可代志，互你捕风捉影，互你讲甲足含的，台语叫做讲一个影，生一个囝。人明明讲遐有一个乌影安尼尔，你去共讲甲咱讲话过嘴，搬过厝，嘴会假啦，就是我们话
越传会越夸张啦，安尼叫做话搬过嘴的假。所以人讲啊，遐有一个影，我尾啊四界去甲人讲，你知无？因兜遐生一个囝，生一个囝，甲拄我讲的即句鸟鼠空当作员工门是共款的。来，咱即句对我念一遍，咱分做2句来好啦。来，鸟鼠空当作员工门，就是讲话伤含啊啦，过来哦。形容人甘愿去较低路的所在做头人，我嘛无爱伫较厉害的所在做上尾名。比如讲，若以咱较早读册来讲，有分迄个资优班甲迄个放牛班啦。资优班就是逐个人拢较会读册，迄个放牛班呢，就是逐个人成绩较无遐好诶。有诶人，咱一般人会感觉讲，我著去迄个资优班呢，甲逐个同齐拼。同齐去考好学校，毋过有诶人伊倒边想哦，伊讲无，我雕工要去迄个放牛班，我拢去遐做第1名诶。安尼颠倒，有人伫后壁咧甲我辱，我才有法度一直保持第1名啦。有诶人心态是安尼啦，伊惊做讲我若去迄个自由班，我拢逐遍拢考上尾仔名。其实我较早高中诶时阵就是安尼，迄个联考诶时阵。无注意考一个伤好去，尾仔咧考调自由班了后，我拢考上尾仔名去吼。对，所以咧以华语来讲，这叫做宁为鸡首，无为。哎呦，这袂使佫讲落啊，因为甲台语煞相像，佫共款啊来。这叫做要做鸡头，毋做 A 牛尾 ，B 虎尾 ，C 龙尾。D 尾，你感觉倒一个才对？来 A， 你感觉叫做要做鸡头，毋做牛尾，举手。有淡薄仔人好，手放落来。要做鸡头，毋做虎尾，我无爱带虎尾啦，我无爱去婚林啦，我无爱虎尾，有无？有虎尾无？一个，好。C 要做鸡头，毋做龙尾。零的尾溜的，你介意零的，你嘛介意零，OK， 后壁嘛有，遐嘛有，好。D， 你感觉？等下，我访问者，是安怎伊会选零？因为牛跟猪跟鸡都差不多，所以那个如果要当鸡的最后一名，为什么不当猪的最后一名或牛的最后一名？对，所以要竞直接竞上厉害的就对啊啦。所以你竞零的原因是安尼。哪像淡薄仔有道理哦。来 D， 要做鸡头，毋做猪尾，无爱做猪尾溜啦。猪尾溜安尼球，够歹看的，我无爱做。你感觉你有道理？你拄我毋是竞啊？你改答案啊？2选1，你到底要竞做倒一个？来 A、B、C、D， 你要竞倒一个？最后一摆机会 ，A、B、C、D。要倒一个，改了就袂当佫改啊！来，好啦 ，C、D 啦吼，你介意猪尾，你想的你介意猪尾就对啦吼。来，咱来看咱即句，其实我拄仔险啊讲出来嘛。华语叫做宁为鸡首，无为啥物牛后啦吼，就是我甘愿做鸡仔的头，我嘛无爱做牛仔的尾溜，所以是要做鸡头，毋做牛尾，毋做牛尾。虽然你讲零尾嘛是真有道理啦，要竞就竞较厚的啦，毋过咧，咱一般人毋捌看过啦，所以嘛毋知影零尾到底生做啥款。颠倒是牛较早家户户用尾会当讲逐口罩拢有咧饲啦，所以咧牛是咱一般老百姓较熟悉的一个动物，所以定定摕伊来做俗语来，即句对我讲一遍。要做鸡头，当然，来，恁兜的腔口有讲要做鸡头的无？有讲鸡头的无？举手者，敢无？我拄仔哪像有听到一个，迄鸡是讲鸡，过来第2句，毋做牛尾，牛尾你嘛会当讲牛尾啦，看你的腔口好，过来下一条，形容一个人。迄代志都拢已经过啊，搁伫遐咧假扑，袂扑假扑啦，假扑就是假装他很行啦，
假装他什么都会，安尼叫假扑。啊，讲伊讲啊，这我都早就知啊啦。哦，比如说，考试考试纸分转来了后，大家拢哀哀叫哈。啊，这条是安尼写的哦，啊，这条哪会安尼？啊，这条我册都无读到呢。啊，有一个同学咧，就伫遐咧呛声讲，啊，这我早就知啊啦，老师会考这条，我早就知啊。迄种逐项物件，伊都拢讲早就知啊的迄种人，迄叫做什么鬼加放枪？放枪就是开枪啦。什么动物鬼了后，那个动物还在场的时候，你不开枪。迄只动物走了后，嚯！你才伫遐咧，哒哒哒哒哒啦，伫遐咧变变叫，到底是什么动物？来，你感觉是 A 好过才放枪的举手？好啊，都过啊，你才咧开枪，哎呦，袂少人哦。后来手放落来，你感觉是 B 零过才放枪？哪到要放枪，我要拍较大只的啦，零过才放枪的举手。哎呦，有一个，吼好，啊两个、三个，好。再来猴过才放枪，猴其实咱台湾嘛算是熟悉较有出的动物啦。哦，山顶古早时阵足侪猴的，哦，你嘛是姓猴哦，哦啊，所以咧，好，看到猴，迄个做事人挡袂牢，啊，又过来偷食我的金蕉啊，哦，枪摕出来，鸟枪摕出来拍猴，有道理无？哪像有道理哦？来，你感觉是死猴过才放枪的举手，你又搁要举手啊？你要改就对啊。哦，好 ，OK， 你换改搞啦吼，好，再来猪过才放枪，猪仔较大只，你会讲啊，猪好可爱，猪仔是安怎要甲拍？毋过迄山顶的山猪足歹的咧，其实迄山顶的山猪，迄听伊讲吼，对，迄个山猪伊的迄个了解真来真恐怖啦，甚至我捌看过一寡作家，因讲伊较早伫中国北平咧拍山猪。是搁爱调用军队来拍哦，是用机关枪才拍会死的吼。所以你慢慢想讲啊，猪啊，迄也着用枪来拍吼。你爱看款猪啦，看是啥物猪。啊来，我搁调查一遍来 ，A 的举手好过，好来 B 举手零过才放枪的，无 C 狗过才放枪的，哦你好，干那你尔 D 过才放枪的，啊嘛是有哦，来。咱来看卖，即句话爱叫做“好过才放枪”。来，对我讲一遍，你明明都用唔对，你搁伊来对我讲一遍。好过才放枪。搁换你来，好过才放枪。好过才放枪。啊是安怎讲？迄个人，代志拢过啊，伊才伫遐咧讲，咱华语叫事后诸葛亮啦。哦，就是讲。代志过了后，伊才咧典伊的后见之明。这我早就知啊，这吼，当初时吼，那安尼，迄都袂发生啊啦。安怎安尼叫好过才放枪？安怎是好？你感觉安怎是好？毋是别种动物？因为以前那个在台湾比较多人在抓老虎。好 ，OK。咱像听到有道理吼，毋过伫事实上其实是无合理路的啦吼，不合台湾的逻辑，因为台湾无出产虎啊，毋过因为虎仔的传说自先民的早来台湾啦，所以咱台湾人虽然山内无虎，毋过咧伫传说内底，来咱台湾吼有几种动物。其实台湾是无出产的，本地无出产。毋过咧，伊伫咱的故事内底不时会讲到。比论讲啥？好。对，我拄仔讲啊，好啦哈。台湾无出产好啦，毋过好古堡的故事啊，好仔精的故事，这是这个对，啊，搁有咱庙林迄个刀啊骹迄身虎牙啊，这拢是咱台湾人足熟悉的故事哈。啊，搁有啥物动物？其实。台湾无出产，毋过咱台湾人定定会讲到伊。狮敢有不时讲？狮啥物时阵会讲？狮干那咧讲迄落呛声，知啦，啊咧咱会讲狮，哦，狮伫千山拉来的时阵才会讲啦。狮哪像无遐接讲啦。龙啦，哦，啊龙是传说的动物啦，哦，啊毋过咱龙伫咱的文化内底嘛不是咧讲。搁有一个就是狐狸啦。
其实咱台湾嘛无狐狸，毋过咱的闽人狐狸精迄类的，对，所以咧，即几项动物是咱台湾其实是无出产的，毋过咧，咱会伫咱的语言内底留落来。好，好过才放枪啦吼，来，搁对我讲一遍，好过才放枪。后悔才放枪。就是讲迄个人吼，事先你毋先讲。代志过了后，才咧讲我偌牛拄偌牛，我早都拢摇着啊，安尼叫好过才放枪。过来哈，哎哟，对，你先看到这个图先哎哟一声。来，我访问一下，是安怎你先哎哟一声？你对我精心制作的这个简报有啥物意见？是安怎哎哟？你看到啥？你讲？你看到啥？人俗语。歹势讲出嘴，迄个物件啦，对啦，就是屎啦，对。形容这个人毋捌货，不是货。好物件，你竟然，我这个物件，遮尔幼稚，遮尔水，遮尔贵重，我送互你，你竟然安尼当作粪扫，安尼叫做珍珠。珍珠就是珍珠啦，海底的那个珍珠，蚌壳内底摕出来迄粒珍珠哈。互你看做啥物使去，安尼叫做不识好歹，安尼叫做有眼无珠。来，咱来看卖啊咧A 珍珠，互你看做鸟鼠屎。来，你感觉是 A 的举手？好，有哦。好，来，手放落来。B 珍珠，互你看做牛屎去，有无？牛屎较早，咱庄下所在遐接看的物件，哪会无人要举手？有哦，互我讲一个煞举手啊，互我骗去啊，好。过来 C 珍珠，互你看做羊仔屎。有人要举手啊？来，我访问一下，是安怎？你又搁改答案啊？你是安怎？喂牛屎，你感觉要改做羊仔屎是安怎？毋知直觉是安怎？你感觉羊仔屎是对？因为迄大细粒，感觉羊仔屎一粒一粒，迄落遐细粒尔嘛，细细丸仔尔，甲珍珠较像啦，佮圆圆嘛，对无？互我想到一个我较早细汉的时阵看的一个有淡薄仔太高的笑话，讲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王，伊足爱食果子的，迄落愈珍贵，伊愈毋捌食过，伊就愈爱食。伊就叫伊下底迄大臣，逐个人都讲迄世界各国你去找啥物奇奇怪怪的一寡迄落果子来互我食。因为伊是国王嘛，伊全世界果子拢食过啊。啥物果子伊拢感觉已经无新鲜啊，无趣味啊。有一工有一个大臣摕互伊一粒一粒细细粒啊，圆圆乌乌的物件，互国王食。国王食了讲，这袂歹，这啥物件？大臣讲，这叫做葡萄干。国王讲真好，后摆逐工拢送来互我食。就安尼食几啊冬。尾后有一工，这个大臣就雄无搁提供葡萄干互国王食。国王就甲伊问：你的葡萄干咧，哪会无搁互我食？大臣讲：阮兜的羊仔死啊！安尼听有意思无？好来，这个笑亏听无就莫听有，无要紧。来，所以咧，搁有最后一个，来，猪珍珠，互你看做猪屎。你感觉是猪屎？你嘛感觉是猪屎？恁两个拢共进退就对啊啦，同进同出就对啊。恁两个是兄妹啊，果然。所以阿兄讲啥，你就对咧讲啥就对啊，对无？你敢有甲阿兄意见无共款的时阵？常有，定定咧冤家咧。毋过我看小妹即摆拢足听你的呢。你讲啥，伊就对咧讲啥。你莫听恁兄哥的意见，你真正心内感觉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啥？莫听恁兄哥的，恁兄哥讲啥物猪屎，莫听伊的。我头我甲你讲，猪屎毋对。来，你家己记，你感觉是啥物屎才对？鸟鼠仔屎、牛仔屎、羊仔屎，倒一个？牛仔屎。你嘛是感觉羊仔屎？你看恁小妹，感觉你毋对啦吼。来，一个选猪，一个选羊，咱来看卖仔咧 PK 一个谁会对吼。来，咱看正确的答案是珍珠，互你看，哇，恁两个拢毋对，歹势。
鸟鼠屎啊，鸟鼠啊屎啦，吼，所以嘛毋是羊屎，就是讲，比如讲，我买即个物件，我款即个物件互你，哦，即个礼物是我安尼用心计较，安怎去准备的，哦，足贵重的，哦，啊嘛做甲足有路的，足水的，啊，竟然互你看讲，啊，这路边摊3粒100，佮加你加几啊，对无？哦，我就会甲你讲，我真正是吼，珍珠互你当做鸟鼠仔屎。啊，来对我讲一遍，珍珠互你看做鸟鼠屎。对，鸟七赛。哎，就是有眼无珠啦，哈，好东西被你看成是不值钱的东西哈。啊，再来下一题，讲这个人，迄一天到暗笑想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比如讲，什么代志是无可能的代志？恁感觉咧？什么代志无可能？哎，你讲一个无可能，你现主时以你的年岁啊，以你即阵的力量，你无可能做会到的代志，比如讲。我想想，啥代志你做袂到？到外太空去拿钻地机，把太阳钻成一半。哦，你哪有法度随想到即种代志？伊讲无可能的代志，就是你即阵要飞去到外太空，摕迄个咧钻土机甲日头，哦，佮毋是甲一般的星球尔，佮是甲日头钻做两边，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这有影啦。哦，这个代志莫讲是你啦，吼，这咱全地球的科学家做伙做嘛无可能。啊咧，啥物代志是无可能的代志？你讲？鸟鼠甲规间厝搬走。鸟鼠甲规间厝拢搬了，哦，拢赶走去，对，无可能的代志啦。哎，伊结果是搬一块迄落气势鸡卵糕迄类的啦，伊无法度搬规间厝啦。毋过有的动物真正会当搬规间厝哦，你知无？哎，啥物动物会当甲伊规间厝搬走？你知无？我唔知。海翁。海翁甲伊的规间厝搬走，无啊，海翁伊毋是住海底，因兜就伫海底啊，伊嘛免搬。我又搁想到啊，迄个海翁无可能伫咧陆地顶悬生活1000年。海翁伫水啦，啊来，陆地嘛，陆地就是甲规间厝搬咧走的嘛，对无？龟嘛，哎，还有啥？还有啥？遐谁啊？田螺，哎，袂歹哦，对，田螺嘛是嘛。迄个恁知影龟兔赛跑的故事无？恁知嘛？兔仔尾啊，兔仔尾啊是走输还是走赢？输嘛，对无？所以尾啊，兔仔伊不服啦，啊，他不服气，伊就甲龟呛声讲：咱搁比一道，咱搁比一道，我即道一定赢你。只要我莫中午停落来休困倒，我一定赢你的。咱搁比一道就好。啊，龟讲啊，我忝啊呢，我无想要甲你比啊，我赢就赢，我搁咧甲你比。迄兔啊，真正用要甲跪落来拜托个啊，搁比一道就好啊。即摆若我搁输，我就服你啦，好无？啊，龟讲好啦好啦，啊无安尼就无咱来比，咱真两衫开始走，看谁先走到厝好啊。啊，恁知影最后谁赢无？因为龟先赢，是安怎？兔仔甲龟比赛，谁先走等于因兜，是安怎龟一定赢？你讲？因为那个乌龟的家就随时都背在背上，所以它就直接缩。对，迄龟唔免走，伊甲迄个龟脚撑入去就赢，兔仔犹个走伫半路咧吼，所以这就是龟兔赛跑的第2回合吼，兔仔犹个输啊！啊来，咱转来到遮。当我拄啊问的是讲，你感觉什么代志是无可能的？啊来，咱咧讲人咧笑想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比如讲你拄啊讲的，我要做太空人啊，飞去你到日头顶悬，用钻啊甲日头撞做两边，哦，你咧笑想即种代志，啊是你拄啊讲迄个鸟鼠要甲规间厝搬起来，哦，鸟鼠竟然咧笑想即种代志，无可能啦，安尼叫做来。你感觉是什么动物？什么望月？望月就是看月亮啦。什么动物看着月亮，表代表无可能啊？莫阁遐想啊 ？A. 鸟鼠望月，老鼠看月亮代表不可能。思考一下，有道理无 ？B.
兔仔望月，兔子看月亮。C 狗仔望月，那狗仔要望月，可能是一种返祖现象吼，就是要吹狗螺啊啦，甲迄个野狼共款，哦，看到月娘挡袂牢，要啊呜，要吹狗螺啊。再来 D 歹势吼，是 D 啦，不是 C。鸡仔望月，鸡仔望月可能准备要吼啊，迄款，准备要哦。好来，你感觉是 A 鸟鼠望月代表无可能的举手 ？A 举手有，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500个，好，再来 B， 你感觉兔仔望月无可能的代志的举手？兔仔望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5个、600个，哦好，再来 C， 狗仔望月无可能的代志。一个尔，高一个，两个，哦好，有恁两个互相做伴。D 鸡仔望月无可能，鸡仔暗时都咧困啊，伊哪有可能望月对无？所以是鸡仔望月啦。哦，这两差是5、6、7，好，800个，好来，答案是可能互你想袂到的啦，哦，好来，兔仔望月，啊，因为咧，这个可能甲咱的传说有关系啦。咱中秋拄过年嘛，后来你知影啥？你讲？可能是因为月兔就在兔子上面，还要看月球。啊，对啦。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要看地球。啊，其实应该是讲，迄个咱传说内底讲，月娘内底有兔仔嘛，啊，月亮里面有玉兔啦。哎，玉兔迄是新鲜咧饲的，迄上午咧饲的。才会当对伫月娘顶悬啊！啊，你伫咱人间普通人间的土啊，啊，你嘛想要飞去你天顶，啊，伫遐甲嫦娥做伙，在那边捣药，吼，伫遐咧做月兔，无可能的代志啦，吼，所以咧，土啊望月叫做无可能。啊，来，你发表者。每一种拢无可能，因为大家拢咧困。对啦，因为其实你真正要讲。每一种动物要望月，想要去哩，拢无可能啦。啊，咱前到呾，干那一种动物捌去哩月娘顶悬过尔，就是人类。袂歹，大家扑啊声甲吹落，对啦，干那人类尔啦，吼，其他的动物，望啦，吼，迄个较早困较有面啦，吼。啊来，咱咧讲这个，其实吼，咱阁有另外一句俗语，可能阁较常听到的。叫做啥物望月？你捌听过无？毋过伊无伫12生肖内底，所以我无出。叫做对，西牛望月啦，犀牛望月啦。啊，西牛望月是形容啥物？啊，形容望穿秋水啦，朝思暮想啦。啊，但是甲无可能的代志有点差别啦。啊，你西牛望月是一直盼望，毋过伊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兔仔望月是卖笑想啊！来，咱咧讲台语，拢叫人卖阁笑想。除了兔仔望月以外，哈，阁有几句啦，哈。枵鸟安怎？有人知无？枵鸟笑想。猫仔上介意食啥物？猫仔上介意食啥？鱼。啊，毋过你摕鱼仔互猫仔食，伊就食会着啊。伊无可能食会着的是倒位的鱼啊？啊。海底对，所以咧叫做枵鸟笑想海底鱼。来，对我讲一遍，枵鸟笑想海底鱼。笑想海底鱼。就是 impossible 吼，无可能的代志。搁有一句吼，叫做枵狗笑想，哦，这个较歹想。枵狗笑想啥？你知无？无可能食到的物件。狗仔，你感觉狗仔上介意食啥？鸡骨头。厉害。骨啊，无毋对，毋过咧，什么所在的骨啊，一定是上芳上好食的。啊，伊永远干那伫遐笑想，伊无可能食到迄种骨头的，因为迄个所在根本无骨头。我互你淡薄仔提示，这无。软骨哦。有啊，软骨咱人类等好食到，伊就食会着啊。来，我要讲啊。枵狗笑想猪肝骨，猪肝有骨无？无啦，猪肝内底根本无骨啦。毋过因为猪肝足芳的，当然咱现代人有会感觉伊足粗的啦。毋过伫古早人来讲，猪肝偌贵咧，你一只猪干那
一块猪肝尔呢。啊，而且迄猪肝做营养的啦，吼，补血啦。当然，伫中医来讲，可能伊个有伊的效用伫咧。所以较早猪肝是非常非常贵的。较早猪肝这个物件，普通人是食袂起的，拢是啥物人咧食？你知无？有钱的人，佫毋是有钱尔，通常佫会是啥物款的人才会特别要食迄猪肝？我互你一个提示，我拄仔讲伊足营养，所以拢安怎的人才会特别去买猪肝倒来补？皇帝，毋是皇帝，毋是皇帝。敢会是迄个破病人？对啊，破仔声搁较吹落，对对对。哦，你今日拢来趁破仔声的，对啊，破病的人啦，迄古早时阵迄个猪肝拢破病的人咧食的啦。吼，啊，即马我去迄个大堂的专柜看，迄猪肝遐大块，40块、50块，我真正是感觉哦，迄若较早的人看到，真正会对心肝吼。迄较早毋知影是咧贵啥物意思的，即马一袋40、50块，无人要买，我拢买当去煎，吼，够好食的。所以。枵狗孝受猪肝骨啦，猪肝都无骨，你搁咧孝想要创迄支猪肝骨，无可能啦。啊，搁来就是枵鸟孝想，来，搁甲恁考，拄仔讲枵鸟孝想啥物？海底鱼，对，海底鱼非常好。啊，搁有拄仔讲的即句土仔望月，来对我讲一遍，土仔望月。搁一摆，土仔望月。代表啥物意思？无可能的代志。哇，嘛是爱阿兄来甲你救吼，无可能的代志吼。好，再来下一条。迄代志后安尼，遐拄好，遐自死的啦。咱俗语吼讲代志，哪会安尼遮拄好，遮尔自死？有一句俗语，甲12生想无关系啦。我先说讲，哎呦，你要讲哦，叫做啥？青目猫。这毋是，我毋是要讲即阵即句，我是要。另外补充一句俗语啦，叫做叫做啥？哦，我毋是要讲即句，我要讲庆忌拍到大财坑啦，安尼叫自死啦。咱人巴肚，咱规身人安尼遐尔大身，啊大财坑干那一个点尔，爱庆忌拍来拄啊好拍到大财坑，哦，袂输是有先描过，吼，先上准过共款，吼，安尼叫做自死的啦。来，咱换看即句吼。咱会遐拄好，正好运，安尼俗语叫做“青眉鸟夹着死”啊，这个较简单啊啦。你就是去想青眉什么意思？看袂到。对，看袂到的人啦，吼，看袂到的鸟啊，竟然伫路边喵，踢到啥物件片片咧？哈，拄好伊个拄死尔，阁袂走，哦，毋免足。啊，真正是扣着冒死啊！这声安尼叫做青眉鸟夹着来 死鸟鼠，你感觉是鸟鼠的举手？啊，有哦，用要全部拢举手啊！哦，毋过愈侪人举手，无一定都稳赢的哦。好来 B， 青眉鸟夹着死蛇，有可能无？死蛇，有人感觉是死蛇，鸟啊会夹蛇无？猫吃不吃蛇？会耶。其实伊迄种猫科动物，其实那个会去掠蛇，所以其实伊嘛无咧惊蛇啦。所以你讲哦，青眉鸟夹着死蛇，嘛是有可能的哦，有可能你对哦。青眉鸟夹着死狗，你感觉是死的？对，恭喜你，你独立啊！你无咧听恁兄哥的话啊，恭喜你，这就是你独立的开始。你有咧听我的题目无？你拄啊？你感觉是啥？你拄啊？你感觉答案是死啥物？鸟鼠。啊，恁小妹讲是死狗呢。啊，恁两个，啊，你即马安怎？你要改答案啊？你感觉是死狗？哦，本地猫啊是足惊狗的。哎哟，迄只狗啊，逐遍看到我，就安尼甲我哭哭叫。哦，即摆咧，伊竟然死也好加载，哦，算我好运。安尼讲嘛，淡薄有道理哈。后来。青眉鸟夹着夹着死鸡，鸟仔会夹鸡袂？鸭仔会偷食鸡袂？其实嘛是会啦，哦，所以咧，这我拢调工经过的，哦，拢是有淡薄仔道理的，就是无爱互你伤好食困啦，无爱互你伤好药啦，好无？来，我搁调查一遍，你感觉是 A 举手？死鸟鼠的举手？你感觉 B 夹着死蛇举手？
我拢无人啊。你感觉夹着死狗的牙手，哦好，非常好，非常勇敢，非常好。猪夹着死鸡牙手，哦嘛是有哦。来，咱来看答案。青眉鸟夹着做伙讲死鸟鼠，对啦，嘛是鸟鼠啦，吼，来鸟鼠。我兄哥嘛是较高一字啊，吼，嘛兄哥嘛是较高摇一字啊，吼。无要紧，你搁过几档啊，吼，你无定着，就比恁兄哥较厉害啊。来，对我念一遍：青眉鸟夹着死鸟鼠。啊，当然拄啊嘛有人补充讲，迄个啥物青眉鸡剁着米啥物的，迄类的，当然嘛是有啦。哦，咱俗语是同一个意思，会当有足侪种无共款的讲法啦，吼。这就是咱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一个多元性、多样性、丰富性哦。再来，咧笑人讲吼，毋捌看过大场面呐。啊，以华语来讲。引经据典来讲，迄叫刘姥姥逛大观园啦，啊，互你大开眼界一下，见见世面一下。你安尼毋捌看过大场面，安尼叫做小鬼毋捌看过大什么头 ？A 大牛头，有道理吧？来，请问者，你感觉小鬼看到大牛头，你感觉敢有道理？应该没有，因为以前人都是在家里都那个，因为以前人那个比较有钱的就会应该就有时候就会那个养牛，所以如果是平常人的话，走在路上有可能就看到别人农场里面有养牛，所以那个没看过牛的应该是很。所以你的意思是讲，牛伤接快啊，牛头无稀罕啊。那安尼讲，我可能知影你要选啥，你要选虎头对无？虎头较少看对无？尤其我拄仔嘛讲啊，其实咱台湾本地是无出产虎仔的啦，对无？好来，所以你感觉B？小鬼毋捌看过大虎头，你感觉是米的举手？你感觉是米的举手？有哦，有人捡你说服啊！吼，你看遐济人拢举手讲虎头，你讲会对？好来，手放落来。C 小鬼毋捌看过大狗头的举手，狗头，大狗头。敢若一个人尔哦，好，两个，你莫举恁小妹的手，互恁小妹家己独立思考，好无？伊家己想啦，好来 C D 啦，歹势吼。小鬼毋捌看过见过大猪头的举手。哎哟，较济人哦。我访问一下，谁怎你感觉是小鬼毋捌看过猪头？谁怎是猪头？因为猪头较少，因为猪头通常拢去分解啊，较少会去看，较少。看完整的。你知影较早猪头，就是迄猪敢若头剁落来，敢若剩一粒猪头尔，会摕来创啥？摕来？你甲鬼仔有关？甲鬼仔、甲小鬼有关系？猪头甲鬼有啥关系？猪头就是剁落来咧。其实就是对啦，中原普渡啦。哦，咱顶个月才拄啊结束尔，所以咧答案是。小鬼毋捌见过大猪头，因为咧猪头是摕来拜的啦。迄个中原普渡的时阵，迄个小鬼咧，伊毋捌食过遐澎湃的，所以咧，伊看到人拜规粒的猪头，会去惊着。哎哟，哇，哪会安尼？今哪对我今年哪对我遐好啦？今年哪安尼遮尔澎湃？安尼叫做小鬼毋捌见过大猪头。对我讲一遍，小鬼毋捌见过大猪头。OK， 所以其他啥物牛头、狗头、虎头、鸟鼠仔头拢毋是哦，因为咱无咧迄落，当然我毋免到20分呢，是安怎？嘿，好，来，过来哈，形容安尼凊彩看咧，安尼叫做走啥物看珍珠。第一个走狗，
第二走羊，C 走马，D 走猪。啊来，恁感觉是走狗看珍珠的举手？走狗，无人。你感觉走羊看珍珠？两个。你感觉走马看珍珠的？较侪人哦。啊，搁来 C。D 啦，走猪看珍珠。听到就足无顺的，你搁要举手吼？好啦，这个其实是走马看珍珠，其实就是咱成语讲的走马看花啦。凊彩看看咧，无足斟足看，粗粗啊看过尔，安尼叫做对我念走马看珍珠。走马看花，凊彩看看咧。好来，形容。你甲伊咧讲啥物大道理，讲偌深的学问，伊拢听无啦，根本就浪费时间尔啦。安尼叫做伫啥物动物面头前咧读经，就是读书给什么动物听啦。安尼叫做浪费时间啦。A 牛面前读经 ，B 蛇面前读经 ，C 狗面前读经 ，D 猪面前读经。来，你感觉 A 举手？你感觉是 A 举手？牛面前，足侪人的哦。后来 B 蛇面前读经的，蛇会讲加足歹的，我要读经甲度化甲超度安尼，你感觉是安尼就对啊。C 狗面前读经，看你伫厝里会读册，互恁兜的狗仔听无？来，有人举手哦。猪面前读经。猪就是猪啦，猪就是戆哦，所以伫伊面头前读经也有效。来，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其实就是对牛弹琴啦，嘛是牛无毋对啦。牛面前读经，都要讲一遍，牛面前读经。再来，两个人冤家相拍，两个人拢受伤，两个人拢有损失，拢无人赢，两边拢输，两败俱伤啦。安尼叫做什么甲什么甲甲灰哪老，两种动物，两个挂号都是同一种动物。对这两种动物，这种动物咧相加，甲甲老火老底。A 虎甲虎，甲甲灰哪老，你感觉是虎仔的举手？虎仔相加较凶啦，所以你感觉是虎仔，好，非常好。B 零甲零，甲甲灰哪老的。你有零的，你拢会选零就对啊啦。零比较微就对啊。你是较介意传统的迄种零，还是较介意恐龙迄种零？传统的迄种无，对，迄种四个。四角的，四角的迄种有迄个龙珠飞来飞去迄种的。来 ，C 蛇甲甲花哪老的，你感觉是蛇的？有哦，嘛是有蛇的支持者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500个啊！好，再来 D 狗甲甲花哪老，你感觉是狗的举手？嘛有哦，一、两个、三、5、6、7，清白的。咱来看答案，狗甲花哪老？你嘛莫问我讲是安怎毋是狗？狗仔毋是不时咧相加咧，是安怎毋是啥物动物？咱有当时迄个俗语啦，嘛无啥物理由啦，古早人就是安尼念。伊较顺，伊就安尼传落来啊。对我讲一遍，狗甲花哪老？你拢无互你讲着话，互你表现一下。好来，再来哦。摕一寡物件，一珠珠仔的物件，插入你的喙孔，互你挤咬一下，让你肚子稍微填一下肚子，塞个牙缝。或者说囡仔咧哭我随便塞个糖果骗他，哄他，安尼叫做好心踢什么嘴，骗嘴，就是哄他这样子，那个骗一下呢，哄一下他。A 好心踢好嘴，骗嘴，你感觉是 A 举手？有哦，真侪人哦。来 B 好心踢零嘴，骗嘴的举手。你若无举手，有零啊呢？即边你感觉无爱支持零啊，就对啊。你感觉无可能是零嘴。伊讲好神伤太高啊，摕好神饲伊上爱的零这种侮辱龙的行为，伊不应准就对啊。好来 C 好神踢蛇嘴，骗嘴的。蛇的嘴若真正要掰开嘛，是足大的哦。咱两个人哦好神踢牛嘴，
牛的喙应该嘛真大，片喙片喙，嘛有哦，嘛有哦，嘛有一只只哦。来，咱来看卖啊，伊的答案。原来是虎喙啦，虎喙无毋对哈。虎啊较歹啦，伊的喙较大啦，所以你掠一只细只的虎神踢伊的喙，无够伊食啦。对我讲一遍，虎神踢虎喙。骗喙骗喙。你是要互上楼顶的嘛听会着就对啊。来，再来吼，即个人吼，四界哭哭头，一直甲人斗，安尼叫做见什么也斗，见狗也斗。A. 见兔也斗。B. 见马也斗。C. 见狗也斗。D. 见鸡也斗。来，你感觉 A 举手 ？A。无。B. 马啊，无人要甲马啊讲话就对啊。C. 你感觉是狗？见狗也斗，见狗也斗，有啊有啊有啊，哎呦袂少哦袂少哦。D. 你感觉是见鸡也斗，见狗也斗的？哎呦，最后两个势均力敌哦。其实吼，咱文化上有影啦，9、10、10加11、9这3种动物定定会连做伙讲。所以恁安尼去摇是有道理的。你包括讲日本桃太郎的迄个故事嘛，是这3项动物做伙出来嘛，对无？来，毋是狗就是鸡啦，无毋对，是见鸡也斗，见狗也斗。对我讲一遍，见鸡也斗，见狗也斗。再来吼，差不多啊，差不多啊。讲了啊，毋免搁吹啊，多谢。恁敢有摇？你敢有算？你到底得几题？无算对无？你得几题？拢对，你甲我骗遐济？无啊无啊。得几题？你得3题，得几题？差不多3、4题。300-400题哦。3、4题啦。4题对3、4题，你得几题？你袂记，你无算哈。要紧啦，这就是大家互若摇毋对去嘛不要紧，大家互相闹开求进步。若你摇会对，这表示其实你会当淡薄仔为内底去体会着讲，这种动物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是安怎去甲伊看待的，是怎么看待它，对伊的印象是啥物款哈？好，安尼今仔日呢，我这个老先角分享的这个12生肖内底的俗语就分享到这，多谢大家，多谢。哇，这黄进南老师上着黄进南老师的课，是毋是感觉做十八的？是毋是载规牛车转去啊咧？有无？是毋是？啊，甲伊看到活水来册房的主人的册，的课咧，咱都一定爱约条条，一定爱随报名落，就是遐尔啊18好，安尼多谢咱的黄进南老师，咱搁抱啊声，搁甲吹落。感谢咱的老先角，今仔真正是规输的搁演规套的好，线落来咧嘛是爱甲在场的咧囡仔兄囡仔仔搁提醒一下若是你的过关的转囡仔未转好的，要安怎咧？大家拢好啊若是未好的，你就嘛是搁会使去翕一个 QR code，搁填一下问卷，你就会使安怎？转因啦，用个换奖品好，刷落来咧，咱烧滚滚的好菜，搁要来出来刷落来是虾米款的节目咧？这互我想到啊阮囡仔即马是9岁大汉的迄个9岁，9当前，其实得要10当前啦。迄阵啊，阮囡仔出世，我就想讲要甲囡仔讲台语，毋过迄阵啊，恁敢知影台语的资源有够少的？连台语的故事册拢找无，像即种遐尼大场的台语活动，敢有可能？无可能有的爸母才有感觉。安尼要安怎？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感觉，我总毋甘愿的，谁那设计拢是华语，英语的搁较济对无？台语的那连一个拢找无，所以我就规气家己来舞就好啊有安尼决心的爸母，真正足无简单的所以咱。即届咧要来介绍的即个台语路亲子乐团，都是安尼的精神来创办的即个乐团这是一群咧甲囡仔讲台语的家长做伙组成的一个乐团，
大家敢有听过因的歌咧？有听过因的歌的举手？好，安尼看起来人足济哦。有啥物人会用来唱四句因的其中一条歌？咱就用摕到礼物咯。敢有人要自愿唱咱台语咯亲子乐团的歌？咱互阿定一个机会来。你有想到对一条无？咱来想看觅啊。像讲有一条是甲早起来，甲人烧酒问有关系，是啥物歌？狗早食饱未？你好无？我真好。你好无？我真好。狗早，大家拢狗早。哇，抱啊声甲吹落吼，好来。哦，你一定爱送礼物。好来，杯。哦，囡仔的声音上高水。好，安尼我搁去后壁一个哦吼。来，好来，即个囡仔来唱看觅咧。你有想到啥物歌？日头老早。啊，迄唱过啊。你安尼会念？安过去。我见你就唱。花亮机，一两三四买上去。花亮机，五六七八买到底。哇，这条是早起有表演过的，随家学起来啊，对无？搁有无？哦，这有囡仔的声音哦。干巴笑，超我笑，我笑。哦，这条是啥？大家听得出来无？是轻对不对？哇！而且大家看伊穿的衫，就是一领轻衫吼。好，啊，搁来，诶，换你。你知影啥物歌？太空船。我知影。啊，是迄种火车情，火车。还是变扫，你上好手的就是变扫。啊，是迄种的啥物？安尼，你想好的时阵，搁举手敢好？好，安尼咱的阿雄来唱一个。人要手机啊，要算手机啊，人要手机啊，要飞手机啊。诶，这条有人听过无？这条敢若较新对无？这条较新吼。机啊，要看手机啊，人要手机啊，你讲好无啦？哦，那搞笑，都趣味好。来，阿雄，你的礼物。好，啊，你想要表演尔是毋是？伊想要探破啊声啦吼。好。哦，好。诶，哦，搁有一个囡仔专工行到头前来，都想要表演，安尼你对大家唱。嘿，呀不你忙咯。在下面，咿呀哟。哦，这条是毋是伫网络买一大堆物件，上尾买到偌济？什么500支，搁1000支的对无吼？好，安尼咱
甲抱啊声，搁甲拍落，搁甲吹落，吼。哇，囡仔拢做古锥的，这个歌拢适合囡仔来唱哦。好，上尾一个来。架手倒就包啊哦，伊想到肉丸我啦，正手倒手包肉丸，哦，搁会使跳几套的对无？好，真精彩哦吼！啊，未开始表演就足精彩啊！我拄仔毋是讲一阵台语家长，安那即马台顶那敢若2个家长咧？安尼敢是一阵家长？敢若看起来人有即骨少呢？安尼我来问看觅啊团长好啊？团长阿燕，请问咱的一阵家长走去倒位啊？阮台语路亲子乐团吼，是一阵要教囡仔讲台语的家长所组成的乐团嘛吼。啊，毋过阮大家负责的工课无共款，吼啊有的人像我吼，我负责写歌、唱歌吼，啊弹吉他吼，啊但是嘛有的人是负责一寡行政的工课，啊有人负责写歌吼，所以阮这个歌曲吼，毋是我嘛，毋是我秘密家己写的尔，吼，佮有其他的家长大家做伙创作的。啊，这个家长敢是自本嘛是拢是音乐的专长的咧？无呢，毋是。安尼因哪会晓写歌啊？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当写歌。真的？对，会用其实试看觅啊？对，你只要有即个心吼，其实你拢会当试看觅家己创作。对，啊，这嘛是我甲大家鼓励吼，甲阮共学团的家长鼓励。哦，啊，大家会当做伙写歌，安尼。哇，而且恁写的歌咧，实在是足侪款的主题，啊，而且甲咱的日常生活拢足有关系哦。我感觉等下咧，若是有机会中休困的时阵，我是想要来调查一下啊吼，大家敢阁有期待咧，咱的台语路亲子乐团阁出啥物主题的歌？大家会用先想一下，啊，恁会用等一下吼来讲看觅啊。哦，我希望咧后一首歌用甲啥物有关系，安尼咧反正吼，咱后盖就会出来啊哦。好，安尼咱即马咧，咱就甲咱的抱啊声送互咱的台语路亲子乐团。嘿，大家好。头一条歌是一条上新。